好，早晨，願你們平安。好高興再一次喺大家當中裏邊去分享上帝嘅話語，無論係網上嘅或者咧喺在場嘅，都願上帝嘅靈咧繼續喺大家生命裏邊咧去大大去感動。好多謝貴堂會嘅邀請啦，亦都咧讓我喺當中裏邊可以參與啦，特別係嘉宇牧師啦、朱牧師等等。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一個嘅題目叫做全人倚靠。咁樣咧就好似好勁咁樣啦，係咪啊？咁但係咧，即係名可以舉得好勁啊，但係咧能唔能夠做得到咧？有時我都會問我自己嘅，究竟我能唔能夠可以做得到真係全人嘅倚靠咧？咩先叫全人嘅倚靠咧？特別係頭先可能嘉宇牧師頭先都講緊，我哋面對緊好多嘅挑戰啊，或者咧我哋喺個嘅可能OK， 謝謝。我哋見得到喺香港嘅環境裏邊啦，即係移民啦，前嗰一陣子係咪？跟住咧，而家我哋講緊經濟啦，係咪？即係而家覺得咧，即係要留港消費啦，係咪？點都要做啲啦嚇。咁你會見得到咧，真係嘅。樓下嗰幅咧係即係去抄嗰啲圖嘅時候咧，我住喺旺角嘅，即係旺角其實好難有吉鋪嘅，但係咧而家咧即係我一去翻去旺角嘅時候咧，哇！成日都好多吉鋪。咁你會發現咧，哇！真係個經濟環境咧，好似面對緊好大嘅挑戰。其實亦都反映緊你同我，如果喺呢度生活嘅時候咧，都可能面對緊好大嘅挑戰。外圍嘅環境我哋控制唔到啊！美國同其他嘅國家咧喺度玩遊戲嘅時候咧，我哋就俾人玩啦，係咪？我哋發覺咧，我哋都好似冇得做到啲乜嘢。教會內部可能都面對緊好多嘅挑戰。如果你睇2024年嘅較新嘅報告，我哋見得到咧，即係而家香港崇拜嘅人口咧，大概19萬，其實咧跌咗7萬。哇！7萬人喎，去咗邊咧？即係20幾個%喎，去咗邊咧？有啲人話係咪喺網上移咗民等等。但係亦都係講緊咧，教會面對緊好大嘅挑戰，特別係我哋見得到咧，少年同埋咧青少年嗰方面咧嘅流失咧係非常之嚴重。其實就係講緊咧，究竟又點樣去承接咧？不過上帝總有恩典嘅。我哋見得到咧，有啲嘅教會見得到呢個情況裏邊咧，佢哋都不缺年青人嘅。好似貴教會咁樣都有年青人喺當中啊。其實咧有啲人話咧，好似咧即係有啲教會裏面要揾年青人咧，就好似揾熊貓即係嗰啲即係瀕危絕種嘅動物咁樣嚇。哇！你真係要幾難去揾啊？係咪啊？即係所以好珍貴啊！你望下啲年青人嘅時候好珍貴喎，係咪啊？其實咧個個都好珍貴嘅，係咪啊？真係嘅。你話仲有冇其他咧？有，係咪啊？教會裏邊咧，可能咧隨住香港咧，即係我哋叫人口老化啦。但係其實亦都係講緊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亦都有班好珍貴嘅咧，我哋叫做咧比較有資歷嘅人喺當中。所以咧今日嘅裏邊咧，我哋喺教會裏面成日講金齡牧養即係或者金齡咧，佢哋係其實可以服侍嘅。就算而家你香港，大家都諗緊，退休嘅年齡可唔可以褪後啲？因為我哋發覺醫藥嘅問題咧，即係越嚟越我哋叫做發達啦，我哋嘅人均嘅壽命咧會比較提高嘅。咁我哋都會諗緊好多呢啲嘅問題。有時我哋諗緊面對呢啲嘅挑戰嘅時候，靠啲乜嘢咧？靠自己搞唔掂，靠經濟。哇！隨時一個外邊係咪啊？有啲人叫做蝴蝶效應，即是話咧講緊咧喺一個地方裏邊咧有隻蝴蝶咧撥一撥對翼啫，就可以咧喺另外一個地方裏邊咧產生一個巨大嘅風球。有時我哋都發覺搞唔掂喎，靠國家好似好勁咁樣啦。但係咧，我哋發現咧，有時自己本身都國家嘅裏邊咧都係面對緊好多嘅挑戰。包括我最近先睇一個美國，而家都要發覺咧，要用翻自己嘅國貨即係話咧，喂，好強勁嘅經濟大國都諗緊，我哋自己都要搞掂自己其實面對緊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今日喺教會嘅裏邊，我哋點樣去做咧？特別係貴教會一路去提緊今年嘅主題係興起建造實踐使命。我哋興起建造嘅教會特別係知道大家去購堂啦，係咪即係都係一個建造嘅過程裏邊，面對緊而家嘅大環境嘅裏邊，我哋可以點做咧？教會其實唔係一個建築物，教會係你同我。可唔可以望一望隔離嗰個？係你啊，係你啊！教會就係你啊！其實就係你去建造。所以頭先話年青人好珍貴，老年人好珍貴，中年人都好珍貴，任何年紀都係好珍貴，因為佢就係建立緊教會。教會就係咁樣。所以咧，建立緊教會唔係講緊我翻嚟教會禮拜六、禮拜日咧搞掂咗啦，掂啦。禮拜一嘅時候咧，就哇開開心心咁即係好似神話咁樣，或者童話咁樣，從此咧
弟兄同埋姊妹快快樂樂咁樣生活。去到禮拜一嘅裏邊，我哋仍然面對緊好多嘅挑戰，因為教會其實就係指緊你同我嘅生命去組成。其實唔單止講緊教會嘅生活，教會可能好好好正，但係去到禮拜一到禮拜六呢，喺你嘅家庭嘅裏邊呢，如果你話基督是我家之主嘅時候，其實講緊你嘅屋企都係教會嘅一部分，係教會嘅延伸嘅一部分。你屋企如何呢？你嘅工作如何呢？你嘅事業如何呢？呢啲其實影響緊我哋點樣實踐使命嘅喎，係咪？如果我哋即係1到5或者1到6好頹嘅時候，禮拜日嘅時候打個補針，之後禮拜一嘅時候咧，你又要開始好似放棄咁樣啦，唔係放棄所有嗰啲嘢，即係好似個氣球放棄咁樣啊，跟住又再翻嚟泵下，你會發覺你無力去實踐喺你日常生活裏邊家庭啦，同埋咧或者喺你嗰個嘅工作環境啦、社區裏邊嗰種嘅能力喺當中裏邊。我哋要靠啲乜嘢呢？可能透過呢段嘅經文嘅裏邊呢，我哋頭先讀咗啦，係咪？1到5節，我哋睇翻呢段經文嘅裏邊，究竟俾到啲乜嘢我哋嘅一啲嘅提示呢？嚇，好，咁咧，首先咧，我哋從一個心態去開始喎。嗱，嗰當中裏邊咧，佢話：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咧就枉然勞力。房屋係點咩意思咧？大家知道啦，房屋就係我哋自己屋企啦，係咪？即係其實咧就係內部嘅問題啦。嗱，大家知道到咧呢首詩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寫住所羅門上行之詩嘅。咩叫上行咧？大家知道到咧聖殿咧喺耶路撒冷係一個山嚟嘅，即係話上行咧就要行上個山，即係話行嘅時候咧一路唱歌仔，一路唱住啲歌咧就咧去朝見上帝。的確。家嘅裏邊咧，大家即係諗緊神嘅家喺邊度啊？教會咯。所以咧喺建造房屋嘅裏邊咧，嗰個房屋嗰個如果係家嘅意思咧，除咗係我哋肉身上面，亦都有屬靈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上行嘅裏邊咧，一路講緊就係聖殿。如果唔係咧，即係耶和華咧去建造呢個聖殿咧，建造嘅人咧係枉然勞力。如果唔係咧，耶和華去建造緊我哋嘅家庭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枉然勞力。其實即係講緊咧，原來。面對緊好多嘅挑戰，其實上耶路撒冷上去嘅時候咧，都好多嘅挑戰嘅。因為上山嘅路程嘅裏邊咧，大家知道有另外一首上行之詩咧，叫做咧我要向山舉目，我啲幫助從耶和華而來。向山舉目即係佢上緊山，上山嘅路途嘅裏邊，如果你睇翻新約嘅裏邊咧，其中一個撒瑪利亞人嘅故事咧，係講緊好多山賊嘅喎。即係你上去嘅時候咧，其實你自己驚嘅喎，即係同隔離嗰個唔好驚啊，唔好驚啊。咁於是你點樣？咪唱咯，係咪？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其實就係振奮下，或者咧平定下內心。呢度一路啦，都係啦，一路上去嘅時候，當你見得到上帝嘅家嘅時候，你發覺哇！呢個嘅聖殿好緊要，有上帝嘅同在，係邊個去建立㗎？上帝去建立，所以佢哋一路去唱緊，預備緊自己嘅心去朝見上帝。跟住咧。第二個啦，就係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咧就枉然警醒。城池係指緊一個國家，保護呢個國家，亦都係講緊你嘅事業啊！即係你看守住你嘅事業，即是話家庭同埋事業係邊個幫你做啊？上帝幫你做。如果唔係佢喺你嘅家庭嘅裏邊作為王，如果佢唔係喺教會裏邊作為王，如果佢唔係喺你嘅事業裏邊，包括你嘅國家裏邊作為王，一切都係枉然嘅。當中裏邊咧用咗好多嘅文學嘅手法，你見得到咧翻譯都好緊要啊！即係和合本咧，即係詩篇係真係我覺得好緊要嘅。即係咧佢咧會令到你好易去記嘅。有啲人話咧改咗譯本嘅時候咧，你發覺好難背嘅。但係詩篇嘅裏邊咧，如果唔係耶和華建造房屋，如果唔係耶和華看守城池，建造嘅人係枉然，看守嘅人係枉然，好容易去記嘅。原來咧喺希伯來嘅聖經裏邊前一章定我撳咗啊！再前一張啊，係啦，唔該晒，係，謝謝。咁咧我哋當中裏邊咧有一啲嘅文學嘅手法嘅。如果唔係耶和華，一切就係枉然。喺當中裏邊咧，你見得到咧已經係好有對揚啦。唔係耶和華就枉然。如果你睇翻希伯來嘅，即係我哋叫做語句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其實佢係唱歌仔咁樣啊，令到你好容易去記，就係一路記住，原來你嘅人生裏邊，你全個人生裏邊，包括你嘅家庭同埋咧教會嘅生活，包括你嘅事業，
同埋整個國家，其實都係屬於上帝。所以咧，佢講緊咧第一節嘅裏邊咧有一個嘅我哋叫好似詩歌嘅即係對聯咁樣啦。第二節嘅裏邊咧好特別嘅我哋一路讀嘅時候咧，如果第二節叫做你們清晨早起，但係希伯來文嘅裏邊咧，佢係由枉然去開始嘅，即係咧佢一開始嘅時候，最後嗰句一切就係枉然，然後就枉然。其實咧就係好似咧一個嘅我哋叫文學嘅技巧，話俾我哋聽，一切都係枉然。嗱，呢個枉然嘅意思咧，喺傳道書裏邊用嗰個成日都聽枉然啦，但係呢個係用另外一個嘅意思嘅，係用另外一個字嘅。呢個枉然係指緊咧，即係一切都係冇嘢嚟嘅，冇價值嘅，或者呢一切咧都好似咧做嚟咧白做，即係我講得再俗啲叫做嘥料。即係你用盡腦力嘅時候，你嘅家庭裏邊你要擺咗好多心機，如果冇上帝嘅愛喺裏邊，枉然。你嘅事業裏邊擺咗好多心機，但係如果冇上帝嘅保護，冇上帝嘅指引，好似曹先都講見證，哇！你可能有一個好大嘅事業，如果冇上帝特別嘅安排，你自己都驚。就係好似一個咁嘅情況喺當中裏邊咧，就係枉然枉然，一路想加強嗰種嘅技巧。嗱，嗰種技巧咧，其實咧都係前一章仲係前一章，唔好意思即係可能我呢個我陣間同大家講，可能呢個有少少問題，唔好意思。咁樣咧喺當中裏邊枉然係擺頭嘅，其實佢係想去突出一切都係枉然嘅，話俾你聽嘥料㗎，嘥料㗎。即係咧，大家以前咧睇過一個即係叫做即係 CCTVB 啦，係嘛？或者任何你嘅理解啦。TVB 嘅一個遊戲節目長壽嘅一個遊戲咧，就成日講緊咧 TVB 個 B 係啦，就係咁啦，係啦真係話你好醒喎你講嘅啫。咁樣咧即係其實係有啲咁嘅意思啊！即是話咧，其實佢令到你好容易記啊。譬如聖靈個靈靈修個修，就係咁嘅意思啦。佢一路講緊咧就係枉然枉然跟住就再枉然即係好加強話俾你聽，嘥料啦，嘥料啦，嘥料啦，讓你好容易去記住。好啦，下一章啦，真係麻煩晒你哋。好啦，咁咧就佢話咧，清晨起嚟咧，夜晚安歇，吃勞碌所得來嘅飯，本係枉然。嗱，就係呢個嘅枉然呢個字咁咧就係一種嘅效果好特別嘅。原來咧當中裏邊安睡呢個字咧，原文嘅裏邊咧同枉然呢個字咧係爭少少嘅啫。如果你有時間嘅，一個 N 一個 V 嘅啫，係爭好少嘅啫。即是話咧，好似 obey disobey 咁樣，即係話咧，原來咧枉然同埋安睡咧，就令到你好產生哇，好似就好似咧中文在當中裏邊有好多人叻過嘅。掟米有聽過啦，係咪同埋跳米呢兩個字係咪我都唔拆跳米即係賣出。掟米啲人話咧，以前咧去嗰啲雜貨鋪咧，就我哋去掟米，即係咧我買一啲米而賣出嗰啲人咧，我話有人嚟掟米嘅時候咧，我就係咩咧？我就跳米，就係跳俾即係俾翻啲米你，就係咁嘅意思啦。呢個過程裏邊咧就好近似嘅字，就好似obey disobey 或者咧掟米或者跳米呢啲字好相似嘅，就令到你咧覺得哇，呢段經文好有容易記得即係你上山嘅時候咧，你唔會淨係喺度抄嘢噶嘛，係咪不如我哋一齊唱短詩第300首咁樣或者咧我哋一齊唱咧第幾首咁樣或者咧冇一隊 band 喺度噶嘛，或者即刻要轉詩咁樣，冇人理你噶嘛，係咪咁過程嘅裏邊其實就係大家要記住，所以一定要好朗朗上口咁樣記住。枉然枉然，安睡其實唔容易㗎。你知唔知咧？能夠瞓得到一個好覺咧，係好難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咧鼓勵咧，即係你講道嘅時候咧，樓下嗰啲瞓覺咧唔好感覺到你覺得你自己一無是處。我以前嘅院長話俾我聽嘅，就話咧樓下瞓覺咧，佢可能平時冇得瞓咧，佢嚟到教會裏邊，即係教會是我家啦，係咪佢能夠可以瞓到仲要鋸鋸聲，你話幾難得？你咪俾佢喺主裏面安靜咯，咁樣所以咧我唔會介意大家有啲任何嘅表現嘅就係咁樣啦，真係㗎。你知唔知咧？我教會裏邊咧有一個粵劇嘅名伶啦夫婦嚟嘅，而家移咗民㗎啦。咁咧，你知唔知佢哋因為咩嘅原因信耶穌瞓到覺佢話佢做咗大戲，做埋神功戲好多年，瞓唔到但係啲人話試下上帝啦，信上帝啦。咁佢嗰晚佢交託，哇，瞓到
佢真係於是全家一齊去信咗耶穌，講見證。喺我教會裏邊，大家知道有位姓文嘅大家可能會知得到粵劇嘅，而家移咗民㗎啦咁樣咧就兩夫婦，甚至會成個家族都返咗教會不過移咗民啦咁個過程裏邊就係一種咁嘅情況，講緊人生嘅裏邊，其實細緻到你瞓唔瞓得覺咧，都係屬於上帝。好，下一章。所以喺當中裏邊咧，其實講緊咧，你嘅生活裏邊內細緻到好似瞓覺你嘅家庭你嘅教會，甚至乎咧你嘅事業甚至乎你整個大嘅環境，如果冇上帝係介入嘅時候，我哋話都係徒勞無功。咁你可能講緊哇，上帝介入喺幾時介入我都面對緊好多挑戰喎。有時我哋發覺面對緊挑戰，可能係講緊上帝係容許。上帝容許係咩意思啊？喺當中裏邊，人有自由嘅意志。喺當中裏邊咧，我哋可能做咗好多嘅嘢，但係就喺呢啲上帝容許你有自由嘅裏邊，上帝都願意去介入。有時可能係人嘅犯錯啦，於是上帝有一啲嘅我哋話審判都俾你知道到，喂，有後果嘅喎。所以咧徐英嘉義牧師話上帝有時咧都會有審判嘅喎，係咪啊？有時大家要知道，大聲唔代表惡噶嘛，大家知噶嘛，係嘛？即係上帝有時好大聲話俾你聽，喂，唔好啊咁樣，唔係代表惡噶嘛。即係我同我小朋友都係咁樣噶，即係我大聲嘅時候，爸爸你唔好咁惡啊！哇，我大聲唔係代表惡啊，我緊張你咋咁樣，係咪啊？所以上帝有時咧語氣重咗啲嘅時候，佢緊張你啊嘛，係咪啊？即係你會見你小朋友跑出馬路嘅時候，你發咗癲咁啊嘛，喂咁樣，你平時都可能都即係都要保持下形象啊嘛，但係嗰刻嘅裏邊，你真係發咗癲咁樣叫佢停啊！即係你跟住望下周圍嘅時候，你會發覺哇喺自己好誇張啊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喺當中裏邊，上帝好緊張你既然上帝容許人有自由意志去做多嘢嘅時候，但係佢冇放低你，佢仍然喺當中裏邊咧話翻俾你聽，喂，小心啊！所以咪有啲嘢大聲咗咯，係咪？就係咁樣嘅情況。但係咧，呂振中譯本點樣譯呢個嘅經文咧？佢話如果唔係不如我哋一齊讀啊！準備1、2、3，不是永恆主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碌；若不是永恆主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當中裏邊原文係冇永恆嘅，但係我覺得好有意思。點解要講呢？真係係有上帝先永恆嘅。你同我哋大家知得到啦，即係咧即係我哋叫做創業容易咩啊？守業難，好難嘅。你今日聽到哇有富二代啦啩，係咪？通常富二代係負面嘅，大部分都係咪啊？富三代你威啦啩？有冇人講到富七代啊？喂，呢個富七代嚟㗎，咁樣係咪啊？冇㗎，好少㗎。即係或者佢已經係成為咗上市集團咧，係俾其他人去做㗎啦。即係執行嗰啲咧，全部都係啊，佢只不過坐喺度咧，等收嘅啫，係咪啊？即係你會見得到咧，真係喎，你幾叻都好，下一代咧，再下一代咧，你嘅家庭、你嘅事業，邊個可以繼續幫看守啊？俾你而家100歲啦，120歲啦，你個孫、你嘅侄咧，邊個去看守咧？你嘅事業富幾代啦啩，3代威啦啩，第4咧、第5咧，邊個去做啊？如果冇永恆嘅主喺度嘅時候咧，真係枉然㗎，係咪？你自己都管唔到幾多。好老實講，就算你勁到你皇帝凱撒咁樣啦，即係羅馬嘅皇帝，凱撒勁啦啩，2腳一伸，大家都係6尺乘3尺。你瞓嗰張床都係咁樣啦，係咪啊？其實佢臨尾嘅時候瞓嗰張床都係咁樣，係咪？你幾闊，你都係瞓咗喺度，你都係用嗰個位，係嘛？你唔會，你死咗嘅時候，你唔會仲轉身噶嘛，係咪？你唔需要轉身啦，係咪？喺當中裏邊其實就係咁樣。如果唔係一個永恆嘅主喺當中嘅裏邊，真係搞唔掂。你顧得幾多？你憂心得幾多？憂唔到啊！因為周圍嘅嘢都唔輪到你控制，下一代唔輪到你控制。正如你都控制唔到你上一代點樣影響緊你。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裏邊，呢段經文再一次俾我哋提醒，就係話，如果唔係永恆嘅主喺當中裏邊，其實我哋冇得做。所羅門呢首詩係所羅門所寫嘅，其實佢最清楚㗎。聖殿大家知道其實佢阿爸起嘅，預備晒所有嘅嘢㗎啦。
但係如果唔係耶和華去俾佢建造嘅時候，其實就係佢阿爸做咗。其實佢講得難聽啲，冷手執過而戰隊，今日叫做所羅門嘅聖殿，你估佢整㗎？唔係㗎，佢阿爸預備晒㗎啦，準備整㗎啦，就係一個上帝容許嘅係神嘅殿，就係佢喎。大家知得到原本佢都係一個即係未必係長子嘅押沙龍㗎嘛，係咪？如果唔係即係佢嗰個押沙龍去搞嘢，其實佢點能夠有呢個位呢？又係佢嘅家庭、佢嘅事業都係上帝。甚至乎，如果你睇其他嘅例子嘅時候，佢點解咁勁啊？其實上帝問佢你要啲乜嘢嘅時候，佢都知得到佢嘅智慧係屬於邊個㗎？上帝嘅。所以其實佢好清楚，佢作咗呢首詩就係話：當你朝見上帝嘅時候，真係㗎，我做到皇帝咁勁啊！其實起嘅聖殿唔關我事㗎，可以。我嘅王國，我能夠咁聰明，可以唔關我事嘅。呢個就係所羅門佢自己嘅親身嘅經歷。好啦，我哋再具體啲啦，下一章3到5節，其實就再具體嘅解釋1到2節。家庭嘅裏邊至緊要係咩啊？兒女咯，係咪？所以佢話兒女係耶和華所賜嘅產業，所懷嘅胎係佢哋所賞賜嘅。其實有兒女有女，當然我哋話家庭嘅計劃，但係我哋知道喺近代嘅裏邊好多時候咧都發現咧可能而家嘅食物啦，或者而家嘅好多科技嘅一啲輻射嘅影響啦，唔容易有小朋友嘅。我都聽得到啦，即係有一啲嘅牧者咧，佢都話其實醫學上面我哋唔可能嘅。我太太教會裏邊都有一對嘅夫婦，其實都預備咗好耐，但係唔能夠，都發覺都算啦，諗住放棄嘅時候，當佢哋繼續去祈禱嘅時候，上帝就讓佢哋可以有兒女，所以佢哋覺得好珍貴嘅一個嘅兒女，就係咁樣。原來所有嘢都係從響教會裏邊，其實教友都係。有啲人話：佢哋移咗民啊！如果佢只要仲喺上帝嘅裏邊，其實都係上帝會照顧佢。所以咧，我哋有時咧，我成日都會咁諗。有啲人話好驚教會搶羊，羊係屬於上帝嘅。我唔係好驚教會搶羊嘅，我最驚係教會失咗隻羊嘅啫。係咪？有時你唔到你，譬如佢搬咗屋嘅時候，佢搬咗去港島，如果佢好有心嘅嚟呢度。但係如果佢發覺仲有好多嘅，或者佢搬咗去第二度嘅，佢工作去咗內地嘅，可能你就已經發現，你都唔能夠可以叫佢個禮拜翻嚟。當然而家有網上可能好啲啦，可以做到牧養。但係有時你發現有啲嘢管唔到，唯有上帝你去管嘅就係求上帝介入喺佢生命裏邊咯。移咗民嘅時候，佢仍然都係等緊個移民，係天國移民啫，係咪？即係仍然就望緊呢樣嘢，跟住嗰一節係講緊咩咧？佢話咧少年時所生嘅兒女，好像勇士手中嘅箭。好特別嘅係少年嘅。點解要少年所生嘅咧？你諗下，如果你老年所生嘅，其實你就係咩啊？養老咯，係咪啊？佢幫你手咯。少年生嘅，當其時可能10零歲，生完嘅時候到佢10零歲，真係可以出嚟幫你耕田啊，幫你去建立事業嘅時候係乜嘢啊？你嗰陣都係中年，應該好好聲音嘅嚇。咁喺當中裏邊，既然你咁好聲音啦，係咪啊？即係要去搞大佢啦，係咪？咁你要靠咩啊？要人強先馬壯噶嘛，所以你就要靠人啦。咁你靠人係靠邊個啊？靠你啲仔女咯，因為兒女係耶和華嘅產業嘛。即係你嘅事業就係你唔係老年啦，你已經冇事業啦。少年所生嘅兒女，其實講緊當佢長大嘅時候，你咁啱咧，你就開始建立你嘅事業啦。你開始咧要發達嚟做啦。你開始要中年要好聲音啦，當中裏邊你發覺，哇！如果你有兒女係上帝所賜俾你嘅時候，你就有呢個產業咧，你就有福啦。點解咧？因為當其時咧拗數嘅咧就唔係喺自己屋企拗嘅，一齊走出去城門，大家見證。於是咧即係話咧，你走到出嚟嘅時候，你發現，咦？大家拗緊喎，咁邊個我哋叫做人多咧就好話事㗎啦，係咪啊？誰大就誰勝國啦，喺外邊嘅裏邊仍然都係咪啊？教會就唔係咧，係咪？教會因為最大嗰個係上帝啊嘛，係咪？喺當中裏邊你就見得到，你就要 call 人啦，即係我哋叫晒馬啦，講得俗啲 ，BB 咁樣，成班嚟晒。喂，呢個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呢個中五、中六、中七，
係講緊啲仔女嗰啲名啊，去到10幾個人，咁你就發現你就有福啦，因為你可以大聲啲啦，你就可以冇人俾你恰啦，即係你唔俾人恰啊！即係你發覺咧，兒女係耶和華嘅產業。原來當你建立事業嘅時候，唔單止係家庭，當你建立事業嘅時候，你就有得 say 啦。同樣今日，如果教會係你屋企嘅時候，真係嘅喎，大家都係弟兄姊妹嘅時候，一有事嘅時候，好似頭先咁講，有弟兄幫啊，即係你一去到拗數嘅時候，你 BB 啊，弟兄姊妹出晒嚟，成個屯門新生命堂出晒嚟嘅時候，哇幾威啊，係咪啊？樓下啲餐廳應該都爆晒啦，係咪啊？就係咁樣啦。所以當中裏邊就係講緊，如果唔係上帝賜俾你產業，如果唔係上帝容許嘅時候，其實你嘅事業裏邊咧，都可能面對緊好多挑戰。你唔夠人用啊，你冇彈藥啊，你要看守城池嘅時候，你需要更多。成個國家裏邊，亞伯拉罕大家知得到，要建立一個國家，危乎㗎，要獻以撒㗎，隨時冇咗㗎。雅各同埋咧以掃咧分道揚鑣㗎，兩個你殺我，我殺你㗎。隨時冇咗㗎，係咪啊？自己嘅老婆隨時亦都俾人攞咗㗎。喺呢啲嘅挑戰底下，邊個去看守？邊個係去建立呢？係上帝。喺當中裏邊，我哋見得到香港嘅裏邊，頭先講緊面對緊好多嘅挑戰，但係上帝喺當中裏邊，喺個大環境裏邊，上帝仍然去參與。所以咧，今日嘅裏邊咧，我哋見得到咧係少咗人啊，甚至乎教會嘅裏邊咧。我哋見得到咧，越嚟越即係咧，傳道嘅同工咧係少咗嘅，因為移民啊各方面嘅裏邊啊。但係同一時間，上帝興起咗咩咧？由過往嘅裏邊，我哋有一啲叫做咧義務嘅喺教會裏邊去幫手嘅，由200幾人去到700幾人。即係話咧，上帝同一時間，即係你唔係話哎呀揾着數啊，要義務啊，唔係啊，而係你想揾都揾唔到啊。但係上帝就喺同一時間裏邊去興起一班嘅人，願意去喺教會裏邊去站起來，就好似興起，然後佢哋去建造，因為呢個家都係佢哋嘅家，所以佢哋上帝就會興起喺同一時間嘅裏邊，真係呢個唔係你人諗緊，哇冇人喎，咁點搞啊？但係上帝咪興起咯，有好多嘅箭袋裏面嘅箭㗎喺教會裏邊，佢哋係可以服侍嘅。同樣過往嘅裏邊，香港裏面比較落後，女性嘅按牧係少嘅。但係如果你睇翻2024年嘅教新報告嘅裏邊咧，女性按牧咧係多咗嘅，因為你真係冇人用啊嘛，咁你就要開放啦。其實大家知道教會裏邊有啲甚至乎講緊64，甚至乎73係女士佔多嘅。但係大家一出嚟去服侍嘅時候，好多嘅決策大家都發覺以往都係覺得揾個男士好啲嘅。但係上帝係好奇妙，透過呢啲嘅容許、呢啲嘅挑戰嘅時候，讓大家去開放，讓教會裏邊更加成為一個教會，男女都係被上帝所使用。呢個其實五旬宗好早嘅時候已經有好多女性按牧，就係咁樣嘅意思。可以下一張，唔該。所以面對緊啲挑戰嘅時候，上帝對人嘅回應就係唔好靠自己啦，靠翻我啦。無論內外，你都睇得到，所羅門做到皇帝咁叻嘅，都知得到其實內外都係需要上帝。你嘅家庭、你嘅事業面對緊所有嘅挑戰，其實都係需要上帝嘅介入。Mas Lucado 其實佢曾經講過一樣嘢，咩叫信心咧？或者信仰係咩咧？就係你相信上帝會做最好嘅事情。你相信嗎？如果你相信嘅時候，其實你就願意將上帝所賜俾你嘅家庭、上帝所賜俾你嘅產業、上帝所賜俾你嘅教會、上帝賜俾你喺呢個地方裏邊嗰個位置，再一次放喺上帝嘅手裏邊，認定上帝就係你生命裏邊嘅主，並且相信佢會俾你最好嘅。下一張，唔該。喺猶太嘅拉比嘅裏邊有啲咁嘅理解，因為當我哋話倚靠上帝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你問基督徒啊，倚唔倚靠上帝？倚靠，我都識得講啊！我由細翻到大即係由細翻到大嘅，喺教會裏邊長大嘅，我哋都知道倚靠上帝咯。咩叫倚靠咧？有啲人話：喂，我倚靠咗上帝噶咯，點解都係咁嘅？可能一個猶太嘅釋經，可能俾到我哋睇呢段經文嘅裏邊一個更加實際嘅角度。喺呢段經文嘅裏邊，建造房屋、看守城池，
佢話係用一個律法嘅角度，的確嘅原文裏邊枉然咧係有一種道德嘅意味，即係啱嘅事情，或者甚至乎咧唔枉然係講緊咧，即係一啲有價值，即係冇價值啊！我哋講緊喺倫理上面有價值嘅嘢啊，就係啱嘅嘢啊，要做嘅嘢。同樣枉然就係一啲冇價值嘅嘢，即係如果咧你唔係用上帝嘅話語、上帝嘅律法啊，即係猶太嘅拉比會將呢樣嘢加上一個律法，即係話咧你唔係用上帝嘅方法，你唔係用上帝嘅價值，你唔係用上帝嘅話語，即係神嘅話語去建立你嘅家庭，唔係去建立你嘅事業嘅時候咧，你就會錯誤咁樣去努力，你就會錯誤咁樣去警醒。枉然嘅意思就係即使冇價值㗎啦，你會冇價值，你會做啲嘢唔啱。的確係嘅喎，你嘅家庭嘅裏邊，如果你唔用上帝嘅愛去建立嘅時候，啊，我對住仔女嘅時候，我自己都要講，有時要講 sorry， 因為我都做得唔好。啊，我都希望話，有時我鬧佢嘅時候，我都話，無論我點鬧你，我仍然都係咁愛你。如果你冇呢種上帝嘅愛去講嘅時候咧，其實你嘅家庭係好容易會因為你有好多嘅情緒各樣嘅時候咧，係影響緊。如果你嘅事業嘅裏邊，你用緊出邊嘅行規，你用緊出邊嘅偷呃拐騙嘅方法，其實你做唔得長。今日嘅好大嘅企業嘅裏邊咧，好多時候佢哋都有自己嘅企業嘅倫理嘅。點解啊？因為你呃得佢一時，你做得佢一次生意，你之後點樣啊？日本人之所以開頭咁建立得到咧，就係佢哋開頭嘅時候唔做假嘢。另外一方面就係一有壞嘅，全部就換。我寧願蝕少少。一建立咗個威信嘅時候咧，大家知道買嘢梗係要 made in 咩啊？係啦，你會發現咧，你會發覺好似係一個信心嘅保證，其實就係咁樣嘅意思。你如果用翻上帝嘅價值去做嘢嘅時候，你就能夠可以活出上帝嘅心意。可以再具體啲嘅，下一張唔該。盧雲有一本書叫做《親愛主牽我手》，有冇人睇過啊？呢本書都係一本好好嘅書嚟嘅。佢講緊咧，有時咧，我哋成日都話依靠上帝啊，即係咧，我哋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卻係用緊自己嘅方法。嗱，佢講緊嗰度咧，就係一個咧精神病院啦，或者有身體需要嘅人咧啊，有一個人咧就咧喺個精神病院裏邊咧捉住緊手，哇捉住，咁咧啲人咧就話：你捉住咩啊？嘿，唔俾你睇。通常都係咁噶嘛，係咪啊？咁啲人就話：哇！你捉住咩？如果你捉住啲嗰啲即係有傷害性嘅，你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人都唔得噶嘛。於是捉住佢，要揭開佢嘅手，究竟攞住啲乜嘢？哇！好辛苦，幾經掙扎啊，攞啊，即係又撐啊咁樣，最後拆開佢嘅手啦。你知唔知攞住咩啊？唔係，即係曱甴已經死咗啦，係咪啊？係攞住咩？攞住一個1蚊。跟住成班人就話：唉！搞咁耐，原來就攞住1蚊。盧雲就講啦，有時你同我都係一樣噶。其實我哋有時覺得好珍貴嗰啲嘢咧，喺上帝眼中裏邊1蚊嚟嘅咋。我哋就覺得哇，拿住手唔放啊，唔放啊。我哋人生嘅裏邊咧，呢個樣係我最重要噶，唔放啊。我冇咗佢唔掂噶啦。但係佢就話：當你緊握住手嘅時候，你就點樣能夠牽主嘅手咧？當你緊握住。你以為自己好重要嗰樣嘢，其實1蚊嚟嘅咋，喺上帝眼中裏邊，好似所羅門咁樣，成個王國嘅裏邊冇上帝去建立嘅時候，嘥氣啦。所以其實個過程裏邊，盧雲就再一次提醒我哋咩叫依靠上帝咧？就係你唔再緊握住你嗰1蚊，你以為自己好重要嘅嘢，放開雙手，將呢個1蚊交俾上帝，你就可以牽住滿有恩典、有豐富嘅資源嘅嗰位嘅上帝，你再一次捉住佢嘅手。好多時候我哋嘅禱告都係㗎，我哋嘅交託生命都係交託嘅。我哋叫品神咁樣啊，交代啊。哇，講完之後啊，上帝咁樣，跟住我哋就自己捉翻，就自己去做。但真正嘅倚靠上帝就係講緊你用佢嘅方法，並且你將你所有嘅嘢再一次放喺佢手裏邊，就好似呢本書嘅書名一樣。親愛主，我牽住你嘅手，我願意敞開我嘅雙手，空舒我嘅雙手，再一次去擁抱你愛嘅雙手，咁就係一個交託。交託係講緊咩咧？用上帝嘅方法。交託係講緊咩啊？放低你自己所有嘅，捉緊上帝嘅手。當你捉緊上帝嘅手嘅時候，你就有空間讓上帝去工作。如果你繼續你屋企、你嘅事業、
你嘅社區繼續用你自己嘅方法嘅時候，做唔得幾多。一開始已經講緊成個大環境可以令到你無能為力，甚至乎你覺得真係冇力。但係放喺上帝嘅裏邊，用佢嘅方法啦，用佢嗰個嘅價值，甚至乎放低你自己嘅方法。Rick Warren 曾經咁講過，咩叫信靠上帝呢？就係你相信上帝比你嘅問題更大啊！即係上帝一定佢嘅能力係超過咗你嘅問題，就好似徐英嘉月牧師所講，你所遇見嘅係你能夠承受，因為你背後係一個能夠可以為你去承受嘅上帝。問題就係你有冇張開雙手啫嘛？你繼續用咗你自己嘅方法，梗係覺得哇！上帝你又整個又大又難嘅，喂，經文都唔係咁講嘅，話唔過於我能承受噶嘛，我真係頂唔住噶嘛。上帝話唔係靠你自己頂啊，係叫你張開雙手俾我頂啊嘛。耶穌嚟到就話翻俾我聽，你所有嘅嘢我可以幫你頂啊，我條命都俾埋你嘅去頂，點解你唔去做呢？呢一個就係上帝俾我哋嘅答案。面對今日嘅環境，我唔知道大家面對緊啲咩挑戰，可能係屋企嘅人嘅需要，可能係疾病嘅需要，可能係好多唔同嘅需要，經濟嘅問題。但係再一次，上帝用佢話語話翻我哋聽，係上帝去建造。你唔好自己去頂啦，你敞開你嘅雙手，俾上帝去捉住啦。下張唔該。戴德生好出名嘅一個嚟香港同埋或者嚟中國宣教嘅人，內地會嘅一個創立者之一。面對緊義和團嘅挑戰嘅時候，佢曾經講過，喺面對緊逼迫嘅時候，上帝容許嘅時候，佢哋面對緊好大嘅挑戰，佢哋都問緊嗰一刻嘅裏邊，我唔能夠讀到聖經，嗰一刻嘅裏邊，我唔能夠諗到嘢，我唔知道上帝點解會可以咁做，就好似約伯咁樣諗唔到，甚至乎我連祈禱都祈唔到。但係佢話唯一我能夠可以做嘅就係我信靠。你話咁阿 Q 嘅？真係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啫？你信靠就係等緊上帝去做啲嘢啦。於是佢得出嘅一句好重要嘅説話就係：如果呢個係屬於上帝嘅工作，如果你係將家庭、你將你嘅事業交俾上帝嘅時候，就用上帝嘅方法去做啦，就上帝為你去做啦，同埋你相信上帝會賜好多。喺神學院嘅工作，大家知道香港嘅神學院裏邊面對緊好多嘅挑戰，我哋成日都話經濟唔夠嘅，個個都有好多問題嘅，但係我服侍咗全時間嘅話呢，其實我09年開始，即係14年全時間工作，年年我哋都告急㗎，但係年年我哋都靠住上帝恩典過。如果包括埋我去做神學嘅，即係我一路讀書開始，我2003年開始去教神學嘅時候，其實都差唔多成20幾年，我都發覺上帝嘅恩典總係夠用。呢個都係我一路去經歷緊一個倚靠上帝嘅時候，我自己有個經歷。下一張唔該。義和團之亂其實死咗好多嘅宣教士，其中一個我哋叫耶魯三傑。耶魯三傑嘅咩意思呢？就即係話佢讀耶魯大學嘅，好勁啦，係咪？應該係飛黃騰達啦，但係佢選擇咗回應上帝嘅呼召。但係最後嘅時候，佢係死咗嘅。佢咧係死嘅時候咧，即係喺義和團之亂嘅時候，佢要被逼迫嘅時候咧，佢叫啲仔女咧走啊走啊，太太走啊。跟住佢同佢一個僕人講話：阿老曼，你話翻俾我個仔聽嘅阿媽聽啊，叫佢吩咐第日呢個叫小何利，即係 Horace 嚇。佢話咧，父親最後嘅遺願係咩咧？當你25歲嘅時候，要以宣教士嘅身份翻到中國。嗱，佢知道佢死緊，但係佢知道咩叫信靠。佢亦都知道佢嘅宣教事業交喺上帝手裏邊，佢唔介意去犧牲佢嘅生命。佢知道呢個繼續係 last 落去嘅係上帝嘅心意。最後佢嘅仔真係翻嚟，25歲嘅時候。下一張唔該。有一個同樣係犧牲咗嘅叫小聶姑娘，佢喺日記嘅裏邊，佢同佢阿媽點講呢？佢話：親愛嘅媽媽，無論你咧即係聽到任何關於我嘅消息嘅時候咧，你唔好擔心，因為喺世俗嘅眼光裏邊咧，我嚟到呢度1年嘅咋。其實咧啱啱學到中文少少嘅咋，就死咗噶啦。啲人就會覺得你嘥料啦，點解要嚟中國呢？好多人會講話點解你要去呢？浪費咗你嘅生命。但係佢話唔係啊，咩叫信靠呢？信靠神就係佢絕對唔會誤事，佢嘅作為全然美好。
原來真係有一班嘅人咁樣去倚靠上帝，咁樣將佢哋嘅生命交俾上帝嘅時候，你知唔知最後個結果係咩啊？當義和團之後嘅時候咧，大部分都有感覺，哇！中國幾咁亂啊，走啦，走得嘅走啦。唔係啊，嚟中國宣教嘅人咧有增無減。同樣大家知道到中國嘅基督教嘅裏邊，透過義和團之亂，透過好多嘅我哋叫做反基督教嘅運動，人數係越嚟越多。就正如早期教會，你見到保羅，我哋見到《使徒行傳》話得着能力為我作見證。見證呢個字原文嘅裏邊咧係有殉道嘅意思 ，martyr 呢個字根，即是話你預咗面對挑戰，你預咗面對逼迫。不過如果你仍然係倚靠上帝嘅時候，你就見得到早期教會嗰種興旺，你就會見得到中國教會越嚟越興旺。所以你同我下一張唔該，其實嘅家庭事業面對緊好多嘅挑戰。今日你用啲咩嘅方法呢？繼續去自己去孭，定係你話好似盧雲所講，親愛主，我願意牽你嘅手，或者義和團嘅裏邊，大德生佢哋整個嘅團隊宣教團隊，連條命都話我可以放喺上帝嘅裏邊。教會係上帝嘅，如果要抗堂，或者你教會你同我都係教會一部分，你嘅家庭、你嘅事業、整個社區，其實興起建造係由上帝。我哋邀請上帝喺我哋當中裏邊。馬丁路德講咗一個好好嘅一個提醒，佢話祈禱啦 ，pray and not let God worry。有時我都有好多嘅擔心，小朋友好細，或者好多面對緊壓力，點做呢？有時我問緊咩叫信靠呢？就係你有幾憂心。如果我成日講信靠，梗係信靠咯。如果我仍然憂心嘅時候，我冇信靠到，我仍然係坐唔安、瞓唔落，亦都食唔落。但係當我發覺我個心態面對緊挑戰嘅時候，越嚟越輕鬆喎，唔再有憂慮喎。嗱，呢一個就係真正嘅交託，呢一個係真正嘅信靠。信靠就係咁嘅意思，讓上帝去擔當啦，讓上帝去 worry 啦。俾我一個好好嘅提醒就係，今日弟兄姊妹，你面對緊嘅問題嘅時候，嘗試去交託咯。點樣知道你自己交託啊？就係你越嚟越少咗擔心，你越嚟越發覺，咦，鬆咗喎，你就真真正正學習到咩叫交託。嚟喺呢一刻嘅裏邊，我哋再一次將我哋嘅生命放喺主嘅手裏邊。我哋一齊學習交託啊！我哋一齊去禱告。我哋有請敬拜隊。呢刻嘅裏邊，可能我哋透過一首嘅詩歌，無論呢首詩歌嘅內容係點樣嘅時候，我哋再一次學習。如果可以嘅，我哋可以一齊去站立，一齊去敬拜，將我哋嘅生命再一次交俾主，將我哋嘅生命裏邊面對緊嘅挑戰，無論係身體嘅疾病，無論係家庭嘅成員，無論係一段一段嘅關係，朋友之間、工作之間，工作面對緊挑戰，經濟嘅大環境、社區，甚至乎整個屯門新生命堂，可能面對緊重建、教會擴建、購堂等等呢啲嘅挑戰嘅時候，嚟啊！再一次讓上帝嘅話語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如果唔係耶和華去建造房屋，建造嘅人係枉然；如果唔係耶和華去看守城池，看守嘅人係枉然。